你好，請問這裡就是哇！恭喜你，恭喜你選擇廣東重生啊！喺呢度長大，你必將意志堅強過人啊！怎麼說？唉，因為喺度長大，你將會經歷極度高溫天、急凍天同埋忽冷忽熱氣溫過山車天、打雷閃電、冰雹龍捲風、颱風回南天，仲有專門揀週末嚟嘅強對流天。但係唔落雪。最近新增咗沙塵暴 DLC 啊，輕輕呼吸就會被研發作喉嚨痛，遲啲沙塵暴再加落雨，哇！落水泥啊！人間煉獄啊！定啲嚟 ，You are not alone， 仲有好多伙伴陪你成長㗎嘛。什麼伙伴？老風咁大隻轟炸機咁嘅美洲閃電，再加埋每晚同你唱安眠曲嘅蚊，一年四季伴你左右。仲有春夏期間限定爬對成身痕嘅薊馬，專咬你腳嘅蚊蟲，專食你衫嘅衣鵝，專門喺你屋企生蛋嘅臭蟲。仲有嗰一 part 就過嚟探你嘅飛蟻，幾多 friend 啊？這也太可怕了吧！可怕？你都未見過真正恐怖嘅嘢。喺度教授喺廣東長大，你只會食到早茶點心、腸粉、雙皮奶、燒鵝、叉燒、脆皮燒肉、白切雞、鹽焗雞、豉油雞、煲仔飯、炒牛河、清蒸魚、老婆湯、咕嚕肉、牛雜醉醉、煲陳豬粉，甚至仲有釀豆腐、梅菜扣肉、黃鱔飯、手得牛肉丸、清水牛肉邊爐，慢慢浸拳，慢慢嘆拳。哎，等一下，聽着就好吃啊，這哪裡可怕啊？呢啲先係最可怕嘅，只要你食過一次，就會原諒廣東以上所有嘅發癲。無論廣東幾癲，你都離唔開呢度，離唔開粵菜。食物 PUA 啊！